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全被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的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全并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全并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在诗篇103篇这样说道：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在14到18节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来赞美神，因他永不改变的慈爱，因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信实，因他有永远掌权在公义的事上面。主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同开口来赞美这位永不改变的上主，我们一同开口。哈利路亚，主，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宣告你是永远爱我们的主。不管这世的变化，你都爱我们，你永远同在，你是以马内利，你永远掌权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你施行你的公义，你的慈爱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天父上帝，天地一直在变化，人心一直在变恶，但是你依然说我用永远的爱来爱你们。你是永恒慈爱的主，你也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彰显神的同在，也让我们知道你掌管永恒，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是配得我们尊崇，配得我们赞美。我们要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来称颂你的名。你的名是至高者，主，你是荣耀的君王。主，你却愿意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子民献上你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是那无罪的，却愿为那有罪的来代替。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是让我们借着主你的救恩，认识主啊，你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用你伟大的爱完全的接纳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过就是尘土，我们不过就是在那短暂的时间里面的人。主，你却用你的永恒接纳了我们，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更是用你的慈爱和信实来引领我们的脚步，叫我们这有限、这有罪、这归回尘土的人，能够来领受那永恒的生命。主，所以我们更是要来赞美你，透过我们有限的生命彰显你无限的荣耀。主，谢谢你将你的丰富、将你的奥秘放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次来赞美你、来称谢你的时候，
主，我们的生命就被打开，我们的境界就被扩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再次来赞美你的时候，主啊，你带领我们更多的来遇见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开口来赞美，荣耀尊贵，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全凭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全凭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信实，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殿中，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祷告。主啊，也愿你更多的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的祷告当中，主啊，你就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的浸泡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感谢你，阿们。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让我们用纯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我也要荣耀我。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感谢神接纳我们的祈求，也感谢神施行拯救我们的生命，因为神是配得荣耀、配得赞美、配得我们一切的尊崇、尊荣，因为他也有公义的判断在他的手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向神来献上感谢，我们一起开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感谢你的时候，你接纳我。主，赞美你，能够悔改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你接纳我。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士师记21章25节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行事。诗篇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要向神来承认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要寻求神的公义来带领我们。愿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都能够在神的手中，有圣灵的提醒，有真理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罪，在我们很多时候愿你，在我们自己为了荣耀的时候，我们自己重新来荣耀自己，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让我们回转归向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愿意来到世上，特别是在人心最黑暗的时代，你的光照亮了这个大地，照亮人的心。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你是那愿意接纳我们，愿意为我们牺牲生命，流出宝血，成为上帝的挽回祭，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你又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一条盼望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一直在等待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天父。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也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你定义要为我们罪来付上代价，你定义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回转来到主你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软弱，主你必接纳，你必饶恕，你必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谢谢你这样的恩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话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要以善胜恶。主啊，可是谁知道那善的道路呢？谁知道那真实的良善和信实是什么呢？主啊，唯有来寻求你的，才能够真实的来认识，真实的来领受那从主来的良善和信实。主，所以我们更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每一次来祷告的时候，主，我们就再一次认识主你的良善，认识主你的信实，认识在这动荡不安、无法分辨的时候，甚至像士师记说，那时以色列人民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那唯一从主来永不改变的良善，那唯一从主来永不改变的信实。主，谢谢你接纳我们的软弱，更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捆绑、辖制，保守我们的生命，
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主，你看守我们，使我们走在主你的心意里。主，你不以那有罪的当作无罪，更是让我们的生命透过祷告认识正路，并且要行在其间。谢谢你爱我们，预备我们，更谢谢主你引导、看顾、指引我们。当我们偏离的时候，让我们有回头，让我们有回转，让我们能够回到主你的心意里面。主，谢谢你，你的恩典何其多，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好更棒的选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是的，主啊，愿我们能够谨记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更新我们的情绪，更新我们的意志，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再次到你的跟前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再一次来领受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引导我们前行的脚步。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照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你天家降生成世，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
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这位至高至大、自有永有的主。但主，你却看顾我这自小、微小、有限的人。主，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为要给我们更新的生命，是要让我们在疫情严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仍然在这战乱纷争的时候，在这些消息，有这些假消息，有这些带来负面的消息，让人心恐惧消息的时候，主，你却为我们带来那真正好的消息，是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的消息，是让我们的生命遇见永恒的消息，是让我们在各样的困难患难当中有一条出路的消息。如同这首诗歌所说的，主耶稣你自己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我们不借着你，我们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若我们不借着你，我们没有人能够在主阿爸天父的永恒慈爱信实里。但你却为了我们的缘故，甘愿降卑，甘愿付上代价，甘愿牺牲，更是在人看为弃绝的时候，更新就来到；在人看起来没有指望的时候，复活就来到。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更谢谢主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指望是在于你，我们活着的盼望是在于你，我们活着的方向也是在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每次的祷告，再次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好认识主你教导我们要走的那条义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献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每一次来祷告的时候，都是在一次被主来更新的时候，所以我们更是要来为这个需要更新的台湾，特别今天又看见这个疫情一直在，好像数字一直在往上，但是呢，很多人的心在这个时候好像是反指标跟往下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却看见说，透过祷告，让我们不是看见这个环境的指标往上还是往下，而是看见神的心意是往哪里，我们就往哪里来走。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特别在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认识这位救我们的主、带来好消息的主，也让我们真的是在他的面前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本土的疫情扩大，还有这些医疗的量能真的是很需要人民有一个平安冷静的心，有冷静的判断，有这个知足，有够用的恩典。我们也要求神的平安来代替人的恐惧，来代替人的焦虑，来代替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心理的较劲或是冷漠。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更是离弃偶像。离弃什么偶像呢？不一定是那看得见拜拜的偶像，可能更是我们心里面认为这样才是对的，但是可能是我们自己以为的偶像。恳求主来赦免，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要继续来为这个乌俄战争来祷告。最近就一直在看到新闻说这个亚速钢铁厂的事情，恳求主真的是来掌权。我们并不知道
那真实里面的真相是什么？但是主是鉴察全地的主，他知道，并且他公义掌权，如同我们这几天听到的士师记一样，在人以为任意而行，好像没有公义的时候，其实神仍然公义掌权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可能只能看见那有限时间里面，可是在神无限的里面，那个公义是一直存在。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也为疫情带来生活经济的这些冲击。特别在最近看见这个买这个试剂啊，还有排队啊，还有这些各种隔离，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恳求主来掌权在我们当中，也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真的是行使那祷告的权柄。我们不是自保而已，我们更是要站在破口中来为这个国家、为台湾、为疫情、为经济、为我们的环境，有主的公义掌权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的国家知道有这位主来主宰，不仅是人看得见的这位总统，更是要为这个主你的公义掌权在我们当中来祷告。恳求主你帮助我们那些心中的偶像，更是帮助我们在疫情扩大的时候，人的心仍然有说你来的人性，有仍然有从你来智慧的判断，更是有主你的平安临到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当中。主，你也恳求主你亲自来带领在国际的形势里面，在战争的地方，在这些全世界笼罩在这样的一个病毒当中，人心不安，求你来怜悯赦罪，求你自己来医治这块土地，希望这百姓能够有自由的心，能够来投入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将这地百姓、这地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来祈求，在这个时刻，环境越是困难，越是不好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赞美称颂主你的名。主，因为你是掌管全地，我们知道，虽然现在世界上有疫情、有战争、有地震、有饥荒，但主耶稣，你告诉我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也不要受到迷惑，这只是灾难的起头。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来明白神你的旨意。主也求你的爱临到世界，临到我们的国家，特别在台湾现在面临疫情、本土疫情扩大的状况，人心非常恐慌，各地的店家也无法承受这样的一个冲击，造成台湾的整个经济萧条，人民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主，我们要求你的平安，你赐下盼望临到我们台湾的百姓，特别帮助我们国家的执政者，让他们能够有智慧，愿意谦卑悔改来归向主，愿意来寻求主你的旨意，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跟改善的对策，来面对目前的疫情。也求主你来怜悯，让这个疫情能够得到收敛，得到主你的控制。主，我们也看到乌俄战争仍然造成许多的人民无家可归，伤亡无数。主，在他们当中仍然在期待主你来拯救他们，求主你赐下盼望，赐下信心，能够来
让这些人民看见主你的拯救，也让这个战争能够尽快来进入和谈，得到平息。主，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要向你来认罪，因为我们祭拜偶像，没有听从主你的命令跟教导。所以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心中的那样的舒适圈，让我们能够明白，越是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要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你就要按照你的应许，将一切都加添来给我们。主，求你来兴起主你的子民，兴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愿意为世界、为国家来祷告，能够愿意在这个时刻去关心周遭的人，让更多没有盼望的、不认识神的，都能够听到主你的话语，都能够借由这样子来认识主，来明白主你在他们心中、在他们身上的命定。主，我们要请求你来看顾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疫情无法来到教会当中的，主，你一样赐下平安，你一样用你的话语来帮助他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能够在祷告守望当中一起来建造主你的教会，让主你的福音能够兴旺在台湾这个地区。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你的心忧闷吗？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影响下，还有这些消息这么多，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判断的时候，我们的心忧闷吗？我们的心如果忧闷，我们就更应该要来仰望神，因为神的话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你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他不是用定罪、用恐惧来带领我们，而是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透过线上正在经历这个自主管理，正在经历隔离，甚至是确诊的。我邀请你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生命渴慕并且领受圣灵的充满来祷告，为我们的生命是有主的热情，有主的爱，有主的话语来建造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更是要来读神的话，一起来领受，来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行出他的道，更是享受在他的爱当中。我们也要继续的来为教会，即使在疫情的影响当中，我们仍然要来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各样的方式，特别最近门徒列车，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装备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从主来的智慧，知道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是兴起主里面的这些儿女，这些信仰的下一代，让儿少青能够被挑旺信仰的热情，成为被主使用贵重的器皿来荣神益人，更是为我们当中特别在最近可能有些生涯职业方向的这个转换跟选择的，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更是求神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若是在这职业上遇到困难的，我们恳求主来为我们开路，因为他是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坚固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不被这个疫情来影响，更是有稳定的聚会和祷告灵修的生活，也为我们当中身心灵正在受苦的，恳求主来医治怜悯，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跟主的恩典里面来恢复起来。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后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知道我们的需要，
主啊，你是在我们各样的时候鉴察我们心，洞察我们的软弱，更是在这些软弱跟这些困难当中拯救我们的神，使我们再次经历得胜的神。主，我们恳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也为我们教会在硬体的装修，在软体的建造上，恳求主你亲自来带领，帮助我们。不仅是外在要更新，我们的内在也更多的在主来经历那更新。主啊，你也带领我们，不管是在教会的装备课程、各样的活动、各样的建造跟牧养上，让我们真的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保守弟兄姐妹，求主来保守。看顾弟兄姐妹在生涯职涯方向的选择，还有在这些考试接下来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按着主你的意思，知道如何来选择，有从你来的这样的智慧与我们同在。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更是有信心、有稳定的智慧和祷告灵修的生活。恳求主你来保守，在我们当中身心灵受苦的弟兄姐妹，要经历到主你的医治、怜悯、安慰。谢谢。求主耶稣看顾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能有热情的心参与教会服事，对外也有热忱来为福音做见证。主啊，我们是为了你而活，求主耶稣大大的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见证你的容面。也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33号与49号能够装修的顺利，让我们在新的地方能有新的故事以及新的意象。也保守门徒列车能够持续装备，让更多人参与投入，成就主美好的旨意。再来，我们为了青年代祷，这世代青年对于信仰使这世代对于信仰更加火热。求主大大兴起年轻世代，让青年成为主的器皿，让青年们宣扬创新，也让世代看到年轻人的影响力。圣经曾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求主保守出社会的人们也都能确定自己的志向，走在主你所拣选的道路中。最后，求主保守看顾这时代的所有人，特别是为了身体心灵在疾病中磨难，不论是自主隔离或是确诊或是其他种种疾病，求主特别看顾与保守，脱离苦难，返回原来的生活。 COVID-19 使我们生活受到大大的打击，求主坚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严峻的时刻仍然能够拍手跳舞赞美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中，仍然要来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是应许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读，请。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哪，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各样的时候，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宣告神的应许，让我们继续来赞美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来赞美他。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 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 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
王。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心来说，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珍贵，荣耀尊贵，能力全名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救赎，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全名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能力全名归于你。你是我的救赎，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全名归于一起来宣告，你。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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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你是配的，你是配，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主啊，你是配得尊荣，配得一切的权柄、荣耀都归给你的神。主，你也将你的平安、你的盼望、你的医治、你的喜乐赐给凡敬畏你、渴慕你名的人。愿你的平安降在这块惊慌失措、失去平安的人的生命当中。愿我们来亲近你，愿你所说对你的门徒所说的“愿你们平安”这句话，也对我们这世代的人讲，特别对我们弟兄姐妹讲“愿你们平安”。谢谢主赐下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主。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给你平安，请坐。